好，来看这顶一撮丹那西风台过了呢，台湾南部这中件事还未收煞，即马风台搁要来啊！伫咧台南七股甲北门等等地区呢，真侪人厝顶是拢犹搁咧整修，在地人是有够烦恼。另外，咧拜这掌管气候的台南风神庙，嘛是主动来举办这天，会祈求台湾会当国泰民安。 趁好天，7股的居民赶紧白扫啊，来大布棚，顶回丹那西甲整个南部地区生甲真正烂。这位风台牛六个接落来，大家心惊惊，就惊家园豆豆咧恢复，规个佫害了了。目前那7股遮大部分百姓拢已经看布棚，有部分因为工人无够，地势沉着，有民众烦恼甲无法度困，就惊风雨来厝会漏水。因为后来迄种嘛，你布棚看起来吼，嘛共款漏啦，啊嘛是共款会滴啊。啊是啊，咱无换啊，我都无钱咧，迄大起爱可能爱伫迄30、35，规间砍起来。你本来小可啊，因为你拢砍砖啊嘛，那攀布会休啊，休起来，你去弄着保险伞，本来小可煞变大面，也个就去较困扰安尼。另外一边伫北门区嘛，趁风台来进前，先甲厝的厝顶经固定好势，做工的师傅嘛当咧赶工。虽然讲遮即阵伫两间学校有设安置中心，毋过居民也是较惯势伫咧家己的厝。风台入来话，拢死守家园嘛，是拢咧顾伊家己的厝啊。然后啦，赶紧好去，赶紧家己加强车工啊，再赶紧来甲完成迄个厝挂较无好啊。人咧讲，也着神，也着人，主事风神雷公电宝的台南风神庙，嘛主动透过传统歌仪，伫庙埕头前拜天安，用50道摆出台湾的地形，叫24个节开的灯，要祈求掌管天地气象的神通保庇。那封神爷我们在拜拜也是一样，像替各位群众啊，然后各位台南市民啊，甚至是整个台湾，我们这边都有去做一个祈福的动作。进前风灾大水后，地势台南灾情真严重，即阵风台豆豆啊挖来，就毋忘祈求这趟国泰民安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